金匮肾气丸是处理肾阳虚的问题。阳就是功能机能。六味地黄丸的六味呢？怎么是8味啊？六味地黄丸是处理肾阴虚的问题。阴虚就是津津有味的津啊，津液不足啊，物质方面比较欠缺的，要寡欲啦，节欲望，节制劳动，不能工作过度了，不能纵欲啊，要息怒气，要节肾味道，不能吃后味的，太辣、太咸、太甜、太干、太咸、太甜、太辣都不行，太油腻也不行。还要戒酒，息怒，节制欲望，还要节制劳动，限制劳动不要过度，节制劳动不要过度哦。还有一个肾味，饮食方面不能吃后味，太咸、太甜、太油腻、太甜了、咸了、辣了、油腻了都不行。吃素好了，吃素比较平和。